台北最近这5年通报高山出现的案例有226件，有一个农民用炮仔来赶狗，手煞碰到伤，险险爱切掉，也因为无产品质证，无法度理赔。民意代表是呼吁政府爱协助赶紧投保，动保处也讲会协助处理，继续关心农民的伤势。我去的话放了很多次，太多次，可能1、20次跑不掉的啦。可是这一次竟然，这个去的话竟然把我的手炸伤了，是，那整个手都炸烂掉了，然后导致手现在短了一截。按照规定，农友正常使用赶狗炮煞颠倒轰炸伤。台北市出现头一个赶狗炮炸伤的事件，造成农友严重受伤，幸运保住到手，避免责机也毋过。记载招集节，台北过5年通报台湾高山出地达到226件，以内湖区上济，有64件，基础是树林区46件，文山区甲北投区也有38到30件，也造成农损。赶狗炮作为农友主要赶狗的手段，5年来有843个真主向农会申请，这位农友3会使用赶狗炮的时，煞发生炸伤意外。可是那一次他竟然没有出去，我就看到不对，是不是在管子里面？我稍微听了一下，愣了大概1-2秒，想要丢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就膛炸，整个水管炸断掉，炸裂掉了。农友表示，之前用挖20摆的赶狗炮拢无问题，怀疑这摆赶狗炮有欠点。3月受伤7月通报了后，动保处派出上送阿宝慰问，互伊感觉似乎想要将代志跌落来，佫无任何保险理赔，引起机关关切。农友按照使用说明书，家己做合规的 PVC 发射管煞意外受伤，敢讲市府毋免负责。因为还是很多人照着你们的方式去用 PVC 管呢，万一他又遇到第2颗这种瑕疵炮，又倒退去膛炸。如果这次管子裂开，插的是他心脏，插的是他眼睛，那头怎么办啊？受伤的事件我们会跟那个法务局或者消防局还有中央来进行相关研议，来协助这个农民。虽然农友会当提高国赔，不过议员除了要求市府研究赔偿办法，也针对赶狗炮无炮仔烟火表示真好，爱市府研究申请投保公共意外产品责任险，佮提供可靠的发射管予农友。动保处表示会进行相关讨论。记者综合报道。